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大家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而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掌聲鼓勵，讓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里民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的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你好，是講嘅歡迎收看2月23號的中港台南電新聞。連續假期結束第一個上班日，台南市政府分別在民治、展文以及永華3個市政中心舉辦新春團拜，市長有委託來祝賀大家新春快樂，也加碼發送乖乖，願大家工作平安順利。同時期待市府團隊在新的一冬繼續提供市民上好的服務，也讓台南持續進步發展。新年快樂！我們金馬有錢。丙午年初7，新春開工第一天，台南市長黃偉綽帶領3位副市長，向在咧民治、展文以及永華市政中心的同仁拜年，祝福金馬有錢。現場除了準備應景的柑仔、糖仔餅之外，黃偉綽也閣特別他給發送乖乖。拿回去哦，就放在你的辦公室，放在你的影印機上哦。這個綠色才有用哦，吃掉沒有用哦。
希望大家公務上都平平順順啊，機器都乖乖，然後這個民眾來洽公都乖乖哦，大家事務好，公務上處理都乖乖。希望市政在咧新的一冬會當乖乖順利運作，繼續提供市民上好的服務，讓城市持續進步甲發展。市長黃偉綽嘛講到，過年期間台南市的觀光旅遊人潮表現。這個旅宿的住房率不是訂房率，是住房率，實際有來住的已經超過80%了哈，所以是非常非常熱烈。尤其前3天的寶可夢，那前3天從初4、初5、初6都是住房率訂房率超過90%以上，所以說非常熱。這充分見證了台南真是一個旅遊活動啊，這個吃美食的好地方。接下來還有台灣國際蘭店、孤獨馬拉松等多項活動將要展開，市長歡迎大家做伙來到台南佚佗。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市會23號嘛同款舉行新春團拜，由議長柯麗麗主持，副議長林志典以及這位議員攏踴躍出席，甲議會員工互相恭喜，氣氛溫馨熱鬧。台南市議會23日在議會大廳舉辦新春開工團拜，由議長柯麗麗、副議長林志典、議員郭鳳儀、柯志春、余柱清、李文俊、周家偉、朱正軒、林美燕、林燕竹、方一峰、黃麗嬌、王家珍以及詹培亞等議員出席，向同仁以及市民朋友拜年，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冬平安健康，市政推動順遂。今天是115年我們台南市議會新春的開工。那今年呢又是馬年，先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馬年馬上幸福，馬上賺大錢，馬上平安順利。那麼今年對台南市議會也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年，因為今年呢，我們所有的議員先進呢都要尋求連任哦。那麼我們也希望說，我們每一位現任的議員先進能夠順利的連任成功。那台南市議會在今年呢面臨就是選舉跟這個預算要提早審查的這個挑戰啊，我們希望跟台南市政府之間也能夠一個非常好的默契，我們能夠在時間內把116年的預算能夠完全審核完畢。那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加油！市長黃偉綽也率市府一級主管出席議會團拜。希望在新的一冬，政通聯合，府會和諧，共同為市政來打拼。團拜的意義就是避免個別再去串門子拜年，提高行政效率，這是最好的。那所以呢，我們也都把握好時間點，一方面祝賀的心意到了，一方面又不會影響公務。所以呢，非常謝謝議會邱議長、林副議長，所有各位議員同仁。在接下來，我們2026希望能夠做得更好。那因為大家今年接下來有很多的活動，3月1號馬上就有古都馬，然後馬拉松，然後這個2月26號就有台灣國際蘭展的開幕，所以活動一個接一個哈，所以歡迎大家。議長柯麗麗表示，新的一冬代表新的開始，伊也祝福所有議員以及同仁馬到成功，心想事成，也感謝黃偉綽率領市府團隊努力推動台南的市政。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將會初次開工，台南市會國民黨團常務理事長陳選仁接龍界帶領甲議會黨團這位成員向市民拜年，會中提出包括0到10歲，每一人每個月加碼發5000塊等幸福3好禮。不過對此市長黃偉綽卻認為，今年是選舉年，提這來比較台北也錢，要慎重考量。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林燕竹表示，台灣面臨少子化，少年人不敢生的狀況哪來那嚴重。國民黨提名市長參選人謝龍介，上午透過甲黨團的團拜記者會，特別提出幸福的3好禮，希望台南市民會用的馬上幸福。今馬上讚，馬上幸福。很多年輕人敢結婚，不敢生孩子，敢生孩子又怕養不起，因此我們提出了新的財劃法通過以後，
台南市會有比較優利的這個財政，所以我們把這些財政全部用來投資未來，投資台南市的未來，讓年輕的父母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也就是0到15歲，每個月每一個孩子，我們補助他5000塊，也就是讓爸爸媽媽減輕他的負擔。那到15歲，我們總共投資了96萬，投資在孩子身上。幸福3號咧，包括0到15歲，每個月加碼5000塊，婚育財提高到40%，生3胎社會主體優先，而且租金會用來抵買厝的基金等。對着議會國民黨團的提議，市長黃偉哲除了表示尊重，但認為效果有限。市長認為選幾年來補發錢，應該慎重來考量。台灣這幾年的出生率節節下降，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個發錢式的是沒有效果的。那當然，今年是選舉年，如果有人要拿這個東西比照台北市來作為大撒幣的話，我們沒有意見。但是我們知道議員的先進的這個想法，我們聽到了，那也希望我們會在考量我們現有的這個財政的狀況下再來思考。至於財源的部分，趙龍介嘛指出，對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台南未來一檔加163億，會用來應付幸福3號咧。投資囡仔的未來，要馬上幸福，就請台南市民在11月28用手中的選票來換快樂幸福的門票。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連假結束開學的頭一天，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一透早嘛佇東區林森路口向市民請安問好，嘛為準備出門上班上課的民眾加油打氣。高崗年假結束，開工日一透早，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特別開上路口，為各路民眾加油打氣。有人特別放慢速度，揮手拍招呼，嘛有市民主動向前握手致意。陳廷輝服務團隊執行長蔡宏全也陪同到場，協助記錄市民反映的事項，甲團隊共同聽取人民的聲音。早安，大家早！上班加油！謝謝，上班加油！9天連假，今天是第1天，所以呢，我們希望給大家滿滿的加油。尤其9天大家應該都做了所謂外出的一個規劃。那今天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崗位，我相信大家是要所有的戰力滿滿，所以我們希望說在一大早就給大家一個最加油、最快樂，然後最心情愉快的氣氛，所以要替大家加油打氣，祝福大家都能夠工作愉快、工作順心。現場有不少民眾趁機反映問題。有通勤族提到尖峰時段路口車流多，希望改善號誌甲分流動線。嘛有家長關心學校周邊同學安全甲停車問題，希望未來會當加強規劃。陳廷輝指出，街頭的每一個聲音，攏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說數。只有行入人群，才會真正知影大家在意的是啥物。伊進一步表示，選舉不只是競爭，而是一次重新聽取城市需求機會。這段時間，伊也持續行入市場、社區甲街頭，就是希望將台南未來藍圖建立在市民每一天生活經驗上，讓城市發展既有方向，嘛有溫度。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每一當農曆正月初6是清水祖師聖誕，位於南區的四群新龍山寺，每一當過年期間攏會舉辦一系列活動，對於到暝開廟門發紅包、博發財金，一直到新春期間過七星平安橋、食平安宴等等，吸引全國未少民眾攏來這行春祈福。
農曆春節期間，各大廟宇攏吸引真濟民眾到廟內來行春祈福。位於台南市南區四群新龍山寺，對農曆29暝廟前就開滿人潮，每人手提氣球，在主時一到，就空飄氣球，場面壯觀。接下有着主委吳志祥帶領技術人員，甲着信眾向外來迎神祭拜。需要開廟門進入廟內，向着清水祖師來分享，場面莊嚴。29暝，咱來開廟門，會當新的一年哦，咱就大大細細攏當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大賺錢。感謝。會當帶予咱馬上有錢，馬上好，就大家當馬上身體健康、平安快樂，祝賀各位，謝謝。離新春期間，廟方佇個廟前嘛設有過7星平安橋，春節期間吸引未少的民眾前來祈求過平安，甚至全家大小每年攏一定會前來。過年時間吼，按清水祖師講吼，祥瑞顯靈。保庇大家攏會大賺錢，身體健康，平平安安、順順利利。規家攏來，規家攏有來，嘿。所以大祖真正足靈現啦，你求啥，伊攏會甲你迄個。阮遮。伊佇甲農曆正月初5，廟方舉辦平安宴，今年總共實開170多桌，邀請着高背景、甲着十方的信眾。出席的貴賓包括市長黃偉哲、立委陳廷輝，還有儕位的民意代表，場面盛大。清水祖師講，神威顯現，一定要保庇大家吼，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一馬當先，馬到成功，馬年行大運，祝福大家平安順利。在咱清水祖師的見證之下，相信清水祖師會鬥三工，鬥保佑，會當予國泰平安，風調雨順，予咱每一個好朋友，在咱心中的祈求，都會當達成目標，達成願望。也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夠馬到成功，都能夠一馬當先。要來祝咱這個十方大德，這個好朋友，中華貴賓。大家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每年行大運，馬上健康。在個平安宴結束，廟方在個暗時的主時，嘛提前為清水祖師來暖壽。在個國樂聲中，有着主委吳志祥帶領爐主以及儕位的民意代表為清水祖師來祝壽，場面熱烈。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四群新龍山寺所辦理的轉運金盤杯比賽，吸引上萬人參加。今年盤出3個聖杯進入決賽，共2800多位。初六暗時舉行決賽，競爭相當激烈。最後有一名少年阿母以15個聖杯摕下冠軍，抱走30萬的獎金。伊講這個錢將作為囡仔的教育基金。南區四群新龍山寺轉運金的盤杯比賽，參加的人數會講一檔比一檔成大。今年活動對29暝開始，就吸引真濟信眾到場參加。民眾只要添郵箱100塊，就有一屆的盤杯機會。連續3個聖杯等於進入決賽。對29暝到正月初5，總共吸引上萬人來參加。入決賽的大約有2800位。在個初六，清水祖師聖誕來舉行決賽，整個廟前是客滿人潮。隨着聖杯的杯數愈踏愈懸，原本上講5個聖杯都有機會得到獎金，一直到後來出現8杯、9杯到10杯，競爭相當的激烈。後來，有一名少年的媽媽以着15個聖杯摕到第1名，抱走30萬的獎金。就想說過年來拜拜，然後祈求平安這樣子。那30萬要怎麼利用？目前想以小朋友的教育基金為主啦。今年啊，這個迄個轉運金哦，總共有差不多有超過1萬人以上，非常的熱烈。那麼咱這次的迄個第一名30萬
由着咱規人吼，咱這個信女吼，來播着，非常的歡喜，因為會當來做一個小朋友吼，會基親啦，真好真好，非常熱鬧，主要吼有來跋杯，有來遮大家做講求福的，大家攏有福運，大家絕對攏有福運吼，一切攏會平平安安，會當安尼吼，大家你今年攏會當興大運，賺大錢。你第2名10杯得到10萬塊，第3名9杯有36000塊。第一次跑到那麼多的杯數，對，第一次來，在網絡上看到第一次來，就很開心啊。心情很緊張，手都會抖，手很抖啊。因為前4名只敢各取1位，但因為第4名有3位攏是8杯，後來經過 PK， 有了1名陳女士來勝出。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日本由台南社區大學公民寫作班的學員所創作的刊物《土豆》已經是第15期，這冊新名號做《外婆家的鼎在溫》。台南社區大學為了推薦這本寫在地故事、傳承台南歷史記憶的新冊，過年之前特別在台灣文學館舉辦新冊發表會，場面相當熱烈。資訊爆炸加上山西通訊的突破，已經改變多數人寫作甲閱讀的習慣。不過，這群參與台南社區大學公民寫作班的學員相當難得，家己編採創作的刊物《土豆》已經來到第15期。新冊的號做外婆家的鼎在溫，學員想要到家己偏僻故鄉，卻受重要的文化歷史地位，所以透過文字加插圖，更加認捌家己生長的土地。老師非常的鼓勵我們把自己真實的經驗記錄下來，這個是不是官方或是政府方面可以提供的？第一手的資料是最真實的。那不管文筆好不好，他認為我們記錄下來就是一個小小的貢獻，我們的存在還是有意義的。最主要是這個吊橋的部分，就是因為我看到陳次雄先生的那個老照片，真的很有感，就很想要把他重點就是在用自己的方法再給他畫下來。這次是鼎在溫，就是說我們有個城裡城外的概念，因為我們對城外的。一般人家說台南一般都說府城，很少提到像城外的事情，有一個連接線，就是從鼎在溫苦中家大來到水漂溫啊，就說從城外走到城裡這個過程，所以我們這本書的書寫是這個脈絡來的。新冊選在台灣文學館發表，真濟教育文化界人士攏到場參與，共同推薦土豆公民文學，重回歷史現場，寫在地故事，傳承生活歷史記憶精神。記得老師吳茂成回顧這15年來，出行公民寫社區故事有相當的感觸。公民文學不是講咱寫過去，其實寫一個土地。特別這內底有一個精神，就是張金田老里長，伊是5里寮莊愛做里長了來，伊就想講5里寮莊應當安怎來有一個都市計劃好的發展，所以這是現代社會，不是講建講過去，是在想講咱未來應該安怎。由台南社區大學公民寫作班師生共同經營的土豆公民文學，已經邁入第16檔，期待在8年以後會當成為台南民間版本的書記。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掠寶可夢的熱潮過來啊！對測試開始連續3天登場的寶可夢10週年專屬活動，全球只有2個城市來舉辦，其中一個就是在咱台南，所以去上萬名來自世界各地民眾攏來掠寶。我抓的有點遜呢。夢華手機中的寶貝球捕捉稀有角色 ，Pokémon Go 團隊再度和台南市府合作，春節假期在奇美博物館舉辦大型線下活動，吸引上萬名來自海內外的玩家齊聚。我剛剛就出了一隻異色的魷魚，耶！今年要發了。只要台灣的都有來，然後我們也有去日本跟新加坡。We're from Sydney, Australia. And just for this event.
Yes. First time in Tainan, yes. Oh, it's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Yeah, it's nice. 整个园区也同步打造3大沉浸式游戏场景，包含中央村莊、海岸研究所與山脈地帶，還有可愛的皮卡丘氣球給玩家們拍照打卡。主舞台安排皮卡丘與伊布的見面會，大小朋友可以上台來互動。晚上還有全球首創的光雕秀，增添奇幻氛圍。We have a wonderful special focus on Mega Pokemon, including Mega Victory Bell and Mega Malamar. Projection mapping 就是有 on-ground experience， 也是我們第一次做的，只有台灣有這個，台南有這樣的活動。只有在台南，另外一個地方就在洛杉磯 LA， 你要去到美國，可能坐飛機都來不及了，所以歡迎你來台南。這次特別結合國際級遊戲活動與城市觀光特色，全台南超過80間合作店家推出期間限定優惠，歡迎全球玩家以及遊客走進台南，展開深度的旅遊體驗。記者收懷談的報道。位於阿蘭區的門諾基金會台南櫻花園區近年來整合老人大房、日間照顧等服務，來回應在地長輩需求，而且難得是因希望長輩不只是被照顧、被服務，而是重新找回因生活自主的能力。位於安南區的門諾基金會台南銀髮優活園區，清幽的環境除了因應在地高齡長輩照護的需求和社區的生活支持，特別的是園區地線的日照團隊平均年齡只有25歲，在長照人力荒當中，不只留住年輕世代，也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長照路。更難得的是，園區不只希望長輩被照顧、被服務，更是重新找回生活自主的能力。所以在社工的帶領，幾位長輩就近一起到果菜市場，四處尋找熟悉的攤位，採買圍爐的菜色，找自己愛吃的，從備料的準備開始，滿滿的成就感。我家攏70、80歲的老人啊。為行動較不方便，為今天出來是行動比較會走的人，都帶我們出來果菜市場買我們喜歡吃的東西，所以老師們對我們很好。帶阮出來安尼逛迄個菜市場啊，愛食你愛食啥安尼揀買互阮大家公家食安尼啦，阮的心情足快樂啊，足歡喜啦。老師大家攏對阮有夠照顧足好的啦。別看逛市場稀鬆平常，園區表示對一些行動不便的長輩已經是圓夢，並進一步強調社區的連結對長輩有很大的幫助。隨着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在外出的部分真的比較不方便。那他們其實也很想要出來走走逛逛。那我們也完成了那個長輩的一些小願望，這也是幫助讓長輩多一點社區連結以外，才不會有一些越來越走向讓自己比較，才不會用很孤單的那種老化啦。那社區多一點連結，其實是對長輩有身心上的一個幫助。這樣，部分長輩因為子女忙碌，越來越少有團聚經驗，所以園區希望透過共同準備與用餐，補上逢年過節的陪伴。大夥兒看着自己準備的食材端上桌，一口一口吃，充滿像家一般的溫暖氛圍。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感謝收看2月23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你聽過只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
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入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